行出沙鹿公有市场，就是上闹热的沙田路。想要食上界在地古早味料理，可能要行入巷仔底，才会当找到。俗语咧讲，好酒唔惊巷仔深。这间面店伫咧沙鹿开业已经有10几年的时间咯。当初时靠一碗面来拍基础，后来头家将过去上普遍的猪油饺饭摕出来卖。想袂到一卖变成真侪人上爱的餐点之一。来到沙鹿吼，一定爱慢慢啊行，慢慢啊踅。我来到这个细条巷仔遮吼，找到这间足特殊的店。咱来遮吼，要来食因遐招牌，因的猪油饺饭，甲因的鸡仔肉饭。吼，面顶除了伊这个两面吼。甲伊个葱仔以外吼，所以这猪油拢家己炼的啦，一定爱家己炼猪油，才有这个猪油泡啊吼，甲因的油葱安尼吼淋起来，这气味就无共款。哦，真好食！一般的豆猪油饺饭吼，足少有人放迄个青糖面顶吼，伊这叫做月季猪油饺饭吼，了啊，敢若像日本料理式的做法吼，因为伊的两仁泡落了、搅落了吼，这规个口感更较均溜，哇，迄两个香桂伫内面。猪油是过去50年代上界普遍的一项料理食材。头家讲，就是因为普遍又搁简单，在这个讲究快速、便利、经济效益的时代，所以已经真少看到，真难得会当食会到。所以对国外转来了后，一边伫咧中华之父迄边学习煮面，一边思考要用什么款的料理来开店。后来伊专工开时间，对着70几岁的妈妈学炼猪油，家己炼，嘛互大家拢看会到。这食品的安全的问题，而且只有自己练，你才知道它的东西是新鲜。而且，通常我试过很多，就市场卖的一些猪油，就是让人后但是再怎么练都没有我们新鲜的好吃。最主要是让吃到那一种咱台湾的迄个古早的味。啊，其实咱台湾较早古早的拢是靠家己练啊，就妈妈因啦、阿嬷因啦，吼练出来猪油泡啊，猪油泡就是拢咱的零食。这应该是老一辈拢知影，要搁你伫外口绝对食袂到，除非你家己练。猪油饭大家拢应该真熟悉，但是有卡一粒2仁的月见猪油饭，却较罕咧看到。月见这个名词是来自日本，日本料理拢做甲真幼弱，将半熟的2仁比如做是月娘。头家搁进一步改良月娘的造型，让每一个人看到拢会有无同款的反应。头家讲，店内卖就是一种纯粹的原味，所以伫遮除了古早味以外，也搁有一份妈妈的家团味。希望行入来的人客拢会当食到迄份温暖。鸡仔肉，因为自细汉就拢看妈妈咧煮食嘛，啊食妈妈的物件，感觉妈妈的口味真好。咱的古早味就是一种纯粹的味道，它没有花俏啊，也没有很多的添加物。伊鸡仔肉袂伤死咸，搁有一个甜味，用的这鸡仔的咸度嘛，拄啊好。这平常时我应该是食3碗，但是今仔爱留啊10只。对店内的装潢，到桌仔椅仔的铺排，会当看出头家想要互大家回忆当年生活较困苦的年代。迄个时阵的台湾，经济地位甲生活条件拢毋是真好，所以养成了真勤俭的饮食文化。透过这的小食，咱嘛会当感受到古早时期台湾的故事，嘛要互真侪少年人体验当年的台湾小食，食到传统的古早味，嘛看到台日混合的料理方式，
一碗简单的猪油搅饭，就亲像这个都市无共时代融合之下的饮食文化。